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今日来到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来讲，这是农业部附属的一个单位。过去呢，这个养殖研究所，但是即马呢，变做一个育成中心，内面真侪吼，真巧。 真牛的少年人，甲科学家斗阵的研究，要互咱农业哦，更较好卖，卖更较赞，佫成长佫较厉害。今日要带大家来见一个少年人，伊专门哦，要甲这个物件，尤其是种植的物件，你知影吗？在全世界哦，牛种，但是袂晓运送，差不多拢起一半。 所有种做出来物件，送到咱人的嘴内面，拢超过一半，拢毁灰掉了。是安怎样呢？伊就咧想办法，啊想啥物办法呢？吼，甲咱查某人的面膜有关系哦。来看卖。 我这哦30当进前来过的所在，这哦变做一个育成基地，而且哦，这真厉害的少年人，这乡长伫遮。我这乡长啊，这乡长对，才透早甲你教教。你这是结果就是创啥？要做试验的。要做试验的哦，啊是咧测验啥？试验伊会使保存偌久安尼？会当放经放偌久啊？嘿，这已经生果烂腐啊！你讲母派哦？无啦，正常温。哦，这无雾的。无雾的，啊有雾的是这种较你有一层膜伫关顶。哦，这个做水果面膜的啦。哎喂啊，敢若有感觉的吼。啊，所以咱一般市面上这个物件已经开始有人咧用啊嘛。阮即摆是接单有委托阮做实验的，阮就会来遮帮伊做。哎呦，这有喷过甲无喷过，有差呢。啊，这徛啊久啊，所以有一寡较。这放偌久啊？这放2礼拜。放2礼拜还佫安尼哦？哇！我就是过去，阮阿嬷甲我教讲啦，包报纸啦，啊，佫有一种塑胶落啊吼，甲套起来，啊，放伫冰箱，啊嘛共款补去。啊，这无效啊，你找你就好啊。原来要面膜。这咧？就是不同的无共品种。无共的品种啊，无共的试验的药啊。我嘛袂讲药啊啦，就毋是药啊啦，吼，就无共款的即个材料。无同材料。因为吼，介绍一下，这吼，瓜这乡长啊，你本来是做啥？材料的。做材料的啦，就是本来咧做迄个晶片的材料的吼，结果来做水果的材料，毋是大材小用哦，大材小用才拄啊好用哦。哦，这听起来都真厉害哦，这内面真趣味哦。啊，这会当甲咱头讲，这是无啥物物件。阮基本上有一寡糖类的，甲一寡植物的精油，啊个碳，啊，就涂炭。分子。佫分子，佫较分子。无啦，可能无遐细啦。哦。我们叫碳晶球啊，你是敢若纳米迄种？大小。几百纳米到微米。观众朋友，你们人讲几百纳米，人阮这个台积电拢什么2纳米，几百纳米就是比一个头章佫较幼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高科技应用在遮有够热啦。有够热啦吼！啊，这咱来看哦，你这有啥物秘密的机械？安怎来做测试？
啊，就安尼看尔吗？啊无安尼看，阮观察外表敢会补去，佮有生菇。哈，啊，以往阮过会用印度鸡去测试，去做伊的成熟度测试。我看有啊，佫电到无安尼？够有听到。你会当多一台？这台？这台，因为阮即摆实验室内底阮做的拢是较细台的，好，先测试的。测试安尼尔，啊，这基本上就了解起来。啊，因为这一组节印度鸡嘛，啊，伊的手动旋转，甲接触到这个印度鸡，啊，伊就看伊印度的变化。你会当操作一摆，互咱看。这其实就简单，啊，不过重点是，我是惊甲你舞摆，无我互来剪剪。你安尼说吼？我先调整好。安尼，伊就会慢慢起来。啊，你看这表啊动，你就看伊。啊，个小可个拄落去哦。伊个小可拄落去，淡薄仔是破坏式的，所以这阮一般是伫靠危机啊，这试验伊要结束啊，阮才会做。再来看讲，这有效果无效果？啊，上去比较伊的公式。看成果啊，有熟啊无熟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你看伊会慢慢啊陷进去啊，耐落去哦。耐落去啊，这都有一个记录伊上大的会到倒位啊。啊，这个单位是啥物？安怎合伊的单位是？伊这关键是用阮一般是看内壳的红色的。哇，这是机械是？你去倒位？是本队就有咧？本队。咧测试这个水果。哦，是。即摆嘛有一寡电子的迄种的，啊，不过有的较无准的，啊，这较公用性。哦，好，有这种。啊，听讲你还佫有迄落豆粕甲这个地粕。哦嘿。地粕。这就是地粕。这地粕，嘿。啊，地粕你毋是咧创迄落互食的，啊，这地粕是要食啥？因为即摆阮甲迄食品厂有合作，啊，要做豆粕甲地粕，要做喷，无喷即摆足敏感的呢。免做喷，要回收倒来，要看会使做无共的产品。无共款的产品。无共款的产品。豆粕甲地粕要做人食哦。无，阮用登去产地，阮在开发一寡新的物件，像阮叫做益草席，像迄塑胶迄种的，迄铺伫迄，放伫咧涂骹迄种的。啊，那野餐垫迄种。毋是啥，好抑制杂草生长。哦。没有草袂当佫发出来啦。发出来，嘿，阮即摆在做这，啊用豆腐甲地粕去做。啊，但是一般人讲迄益草剂，有当然是酸碱值啊太碱了，所以土壤会受损。啊，所以恁来创甲袂互土壤受损。袂，阮这完全配方拢天然，因为来源就是地粕甲豆粕，啊，个阮个有家己的一寡配方，啊，去互伊铺起了后，伊就反顶就是一顶膜啊，一顶膜，啊，草就发袂出来，草就发袂出来。啊，伊个会，因为伊完全拢是有机的，所以有机质拢是有机质，啊，所以上后你不爱用啊了，你翻脱，伊个残土甲冰起来，啊就 OK 啊。伊久啊，伊家己就分解啊。
哦，这少年头壳真好呢，对无想到遮去哦。啊，这是倒一个是会当用的？啊，这是迄。哦，这趟有影较酸。这趟有影较酸，我无食就知影酸的。我要做比较。你去牙，我就知影臭豆腐汤我来用一桶，用这趟。啊，那这？这是有阮处理过的。哦哟。胖啊，你爱食酸梅仔汤哦，这会当来煮无？哦，这袂歹呢。嗯。这也有迄个山楂味，也有迄个鹿神的味安尼。吼，即摆做事人有影吼，足幸福的。啊，有少年人这个斗相共。这是这阮处理豆粕甲地粕的料的原料，啊，过来，也在做这个应用的嘛。我拄仔讲取代一超济，一超济塑胶迄种的，就是用这个。啊，过来阮嘛在试验讲，甲伊用入去土内底，因为伊是直接种放喺土内底。土内底，因为有机的嘛。豆粕甲地粕其实佫有一寡有机的营养剂，互植物作物去去，互伊去生团。哦，所以伊本身也带有营养剂就对啦。嘿，这一举两得哦。系啊，阮即摆是甲，因为阮即摆是农科院内底，因合作阮去开发这，阮嘛甲统一，这其实拢是为大厂来的。哦，所以伊咧生产物件的时阵，存落来的物件，割了啊，来试看卖。其实哦，头拄仔阮咧开讲的时阵，伊遮还佫真济吼秘密机器哦，一寡机器哦，迄真趣味哦。尤其迄张膜，迄膜是安怎来？太太小姐毋是迄个面膜，但是即个膜吼，对着做食人，还是咧卖水果的人、卖食物的人，其实就产生真大的效果。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郑了，你这我掠做是啥物秘密的机器？啊，这毋就是咧洗目镜的？嘛会使洗目镜，这嘛在洗目镜的。洗目镜。啊，毋过伫阮这是咧用啥物？阮试验有即个用途的啦。也是讲阮也在做。还是上机器来的时候那个洗。机器来第咧，阮会用这洗。清洗者，因为关键有土迄寡有诶无诶。最近嘛有厂商要求讲，因要做试验，是要洗过的，因为一般阮看关键是有土诶迄种诶。阮用这洗，较袂有人为去破坏去。这洗嘛较单纯。哎哟，一台机器用无同款的思考，就用了无同款的所在。但是你也有咧倒模。这边啊倒模。洗了后，因为这台，因为阮即摆超音波震荡嘛，除了超音波以外，伊佫会使温度，佫会使维持固定的。会当控制温度。跟那苏菲同款，苏肥机同款。所以也有这个温度控制。对呢，我那头壳戆戆，像这头壳较变巧呢。所以有同款的温度，你测验讲，这个温度安尼，这个较可以。譬如讲若酸啊咧。酸啊，因为酸啊，阮有时阵会模拟，因为酸啊要出口，阮爱吹嘛，吹就是30几度、30-40度的迄个温度去吹。阮会用这去试验去模拟伊处理的迄个温度安尼，再个配合阮的迄保鲜剂伫内底。保鲜剂。保鲜剂伫内底，迄个温度阮用者可能几分钟安尼，但都开入了，再甲它摕起来安尼伊就倒模起来了。因为今仔日毋是讲超工无互恁看，毋是啥物机密啊，就是足差的。
即我厝里也一台，我就知影足早的。我想讲免啦，互大家吼做一下样知，你知影即个原理，安尼就好。若即台咧？哦，即台是阮生产阮保护剂甲保护剂甲保鲜剂。你甲咱小解者，恁即间公司吼，因这公司吼，拄爱英文名甲车库，拢讲碳有关的啦吼。所以你这个物件就是保鲜剂甲保护剂，踮喺遮内面拉安尼就好。无，才好趁食。无简单，无简单。无简单哦，这就安怎用？这因为阮参阮的男阮有碳嘛，阮有碳粉，碳粉不是普通的碳粉改一过的碳粉，有改一过的碳粉，而且纳米化的，为纳米化，搁掺染一寡精油，植物精油，天然的植物精油。哪来染精油？因为精油对病害，炭疱病啊、白粉病啊，迄寡的有抑制控制。伊毋是甲伊太好死，伊是控制伊袂去生。哦，毋过想讲阮兜，小等甲你吐一条，阮兜会着迄个白粉病啊，迄个蜘蛛啊，白粉病，迄敢有效？应该是有，应该是有，我摕转来试看卖。即保鲜剂甲即个保护剂，就是安尼拉啦。这是阮有拢总三道的定数。第一道是按固定的比例先搓打做伙，比例调好了，第二步再搁去较。我会去倒去。有一个机械去较油的，无较油的，较均匀。迄台无爱有人看，迄台无爱有人看。迄台了就过来就是阮会互伊沉降，甲脱泡。顶头迄个闷泡的所在，爱个铺遐，互伊停落去，内面还佫有一寡无样的。因为内底阮拉过程有即个伊的身形泡嘛，伊有泡会出来阮有一寡产品是较高一寡，所以阮爱摕一段时间，调半点钟、1点钟，互伊脱泡，脱泡了后，阮就分装处理这些产品。就是这款。就这款。有个名叫做碳金站。碳金站安尼。碳金站啊！这少年就袂开啊，唔通共开啊，唔通开啊。你有细罐的，互咱看者，片芳者，这是啥物？无，这嘛在开啊，这嘛在开。是。我想讲你碳金站，我就甲你碳一罐。这片起来是，片起来敢迄个手摇饮手切茶咧，敢那手切茶咧，看你品看卖。这咱人会当啉的。啉是袂当啦。啉是袂当。这主要是用伫田内底。用咧园内底。园内底。但是我问你吼，这摕落拍的，就雾的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毋是，你爱雾甲条纹，迄一寡记，记卡，对。但是最细人，我想讲，你有当时也拄着讲哈发的，也有讲即个台语的，你拢爱安尼，就爱去园内面啊，教交流才有法度咯。尽量啊，无你互伊一个好的物件，伊也袂好用。唔知影，会话，有当袂甲，袂。等下都甲你骂，我这是生理人咧，少年人咧，好累嘴。这雾的时阵，有的是一般咱讲，譬如讲气泡啦，要雾的时阵，爱雾伫气泡顶头，还是雾伫叶仔顶头，还是叶仔迄个下面的叶仔
遐无着。正常是爱全面含叶啊的正面、反面拢拢爱有，因为反面遐会密一寡，像一寡红蜘蛛啊，红蜘蛛会密伫啊，嘿，啊，这因一般我是会入去看因用的机械，因喷的机械，敢有有理想，有种，嘿，因为有诶，即摆有即个有气旋式会甲并起来嘛，伊会喷到较胶纹这个，嘿，啊，佫有用诶，偌久用一摆啊，爱用诶倍数啊，是，拢爱去现场去观察。阮拢爱教教了再去一站安尼去看因诶状况安那。啊，若是保鲜剂，你在实验室做好了后，去到互因用，应该较袂重大咯。一般大部分我即摆超5成的农民是用起来是较无问题。啊，另外5成你就爱去教，爱甲伊讲要安怎用是较好。你甲咱讲，譬如讲，你是结果已经开始有伫市面上咧用啊吗？是结果有人有客户。啊，迄平均的数字是，譬如讲，若有去倒着即个膜了后，有通佫延长偌久的时间？一般延长伊你讲采收了后，一般是加2至3倍的时间。哇，安尼真好卖啊！阮即摆订一站啊，一个做木龟，伫高雄米农。米弄，伊嘛是家己做试验，就伫因木龟新第生过程去导导无，啊采收了后落来，因发现加放1礼拜，因为木龟超熟啊，1礼拜就差不多啊，啊因个会使个加。高糖类的拢真麻烦。啊，荔枝有人试过？荔枝今年有人吹，啊，毋过阮也无骹手通好用啊。也无。咱哦，这本来咧饲猪咧竹人吼，但是马上咱要来去吼大湖，来看大湖吼啦。有人去种大湖上出名是啥？看看大湖上出名是啥物？好嘞。气泡啦，咱来看伊安怎用这个气泡，啊，看这少年的、甲农民大家。口碑安怎？看做得安怎？来大湖看气泡。就每天只要看它早上，只要太阳出来，就觉得说进了园区的话，一定会有时标的苗会带出来。用了过后，改善很多。我家己嘛是做半导体的，嘛做10几档啊嘛。啊，我嘛知影碳用伫半导体内底嘛是有应用。工业嘛有，农业嘛有。我一开始是用碳去做速供，因为这条路行袂通了后，啊有农民来找我讲，碳敢有法度去水果啊、作物的保鲜，会使佫较久的。好，欢迎登来到咱今日农村。哦，唔是金枝农村，咱这个台湾新干界之大湖气泡。哦，你庄脚上捌看过气泡吗？唔通对树啊拔落来哦。来，你来看，这就是气泡。我哦，这2位吼，这廖爸爸，你好，廖千金，哦，因拢伫遮吼。恁较放轻松的，咱的观众朋友来看到恁来真欢喜。这当时会当办，种下去的话，超过60至70天了。啊，这个已经几工啊？这个种下去10天，才10工啊，尔。对。哦，啊，搁50工，啊，所以咱找了爸爸，了千金啊来办，哦，啊来找这张，但是是安怎会找到伊呢？因为上季的草莓，我们就是大量出现病症，然后开始一直有什么真菌啊，或者是叶菇，然后开始一直倒苗。哦，你就是讲顶几少年外进前？对，差不多。啊，拢开始生菇烂铺啊。然后开始就是一直死。啊，你无家己务农药创啥的去救？有农药啊、无毒植材，我们全部都试过。
就是不好。都没有用。啊，迄是什么原因？你有找龙气所有人来看？就说因为是天气变得太热了，全球暖化。啊，但是你哪会知影讲爱找伊？你敢有拍广告？无咧。啊是安怎来甲恁看起来？我一直上网找资料，就一直找，然后有刚好看到他们有就是介绍说他们的产品可以喷的话，草莓会多一层保护，然后我就想要试试看。哦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吼，伊的物件吼，敢若是迷你型的即个空气清净机啦，吼，啊无就是敢若讲吼，会当保护即个，毋是甲封起来，是讲吼，迄歹物啊吼，入袂去，入袂去。无法度侵入嘛。但是你初初来看的时候，你有硬去无？是讲啊，这无问题，我那个处理就 OK。无咧，人阵看起来，看起来淡薄严重，淡薄严重，笑啊淡就对啊啦。啊，安尼初开始安怎开始做？我们的话就是先一区没有喷，然后一区有食用，然后互相这样比照过后开始就是有发现，因为我们有照片，那就是有发现说真的有差，就是开始那叶子啊，不管是叶子或果实都会出现亮亮的光泽，就是差很多。敢若咱这洗车迄倒模同款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就是头仔讲迄歹物啊，拢侵入袂去啦。啊，但是迄草爱偌久的时间才有通啊知，无迄阵是无信心，知影讲这少年是好蕊喙啊，内遮安尼喷的，来钱摕硬的就走啊。啊，偌久？我们大概用2个礼拜就有看到效果。啊，爸爸，你以前有拄到这种情形过无？以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？没有。跳摆没有？哇，所以这头一摆，你嘛唔知要安怎用嘛？对啊。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少年人，你讲啊，无就规气互伊试看卖咯。是。用了一贵就安尼救起来。对，就是弥补了很多。哦。原本整区都已经，我们原本想要放弃。拢无救啊，对吧？就每天只要看他早上，只要太阳出来，就觉得说进了园区的话，一定会有死掉的苗会带出来。用了过后，改善很多。啊，你迄阵是安怎想讲？这有爱套什么物件？还是讲无？咱就是用迄个碳金赞，就甲处理来试看卖，还是讲无？啊，佮加什么成分？无诶，头一摆，试验爱较单纯诶，所以无。袂使伤侪变数。袂使伤侪变数，所以因家嘛是先试用一支看卖安尼。重点嘛是因诶技术咯，因技术喷，因为喷嘛是爱喷，会喷了胶纹。小等我来试看看，看我这样出师袂？廖爸爸，你在甲我砍师啊？但是我甲你问吼，你做了后，啊，咱家其他嘛有类似相当的这个情形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最近这几年哦，就是那个歪耳朵的尾雕跟那个叶菇病跟尾雕病，天气修热啊，就是种下去苗很健康，可是就是到了大概差不多20天开始，就是慢慢我们这边是俗称大小蛾，就是它连包菌对真菌病害。就跟他生瓜啊呢，然后就这样像不是它最主要的维管束会塞到植物的维管束，它有3片叶子，它只要这片叶子塞到的话，好，这个叶子就不会大起来了，其他又很正常大起来。哦，像这个很多像农改场的农粮署都没有推荐用药啊。都没有药可以用，都没有药可以用啊！哇，这个新医呢？对啊！这试我们嘛，搁在改良，也搁继续改良。后一代。啊，你做了，你感觉有迄良率超偌济？良率不敢说100%啦，95%以上啦。哎呦，啊你真好啊呢！
像这些苗都他们就讲大积电共款，良率超95%，95%。农民赚钱较重要。有趁钱较重要啦。对啊，对了，吼，没有的话，你种下去又要花成本，死苗又要把要捞起来，又要捞起来，又要再重而且新再可能这个土路啊袂使用，它的那个植株的话，我们就是不会留在园区，袂使给我捞一对土，对啊对啊还是对啊会怕较落清气啊。嗯，哇，安尼哦，咱来舞看嘛，看是安怎舞这气泡，安怎试看？你是说喷叶面？喷叶面，可以啊咱来试看嘛。好，看师傅安怎教教。好，你敢会晓喷？我家己无试过，无气泡无试过。你毋捌试过啊？咱来试看嘛。我们都是这样子，这样，安尼喷，对，这样。啊，这是喷正面啊，尔。不会，我们会有时候会这样刷，往叶背。哦，甲不要说挑起来。对，不要说只有喷叶面这样，哦我们都这样子，有点这样像绕八字形，这样。哦这样，背字啊。对，有点绕八字，这样子绕。啊，恁初开始敢知影讲爱安尼喷？知道。敢若舞龙油共款啦，对，就是这样绕，让它就是没有死角，无死角对，零的。死角这样。啊，但是爱喷偌重、喷偌久安尼，譬如讲洗一摆啊，洗2届啊，还是要洗3届？不用，就是有喷到就好了，就是让它的那个保护剂在那叶面上面就可以了，就是像你这样子过去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甲小啊甲掀起来无？要，不然的话那个叶面的话会喷叶背会喷不到。条啊下骹爱喷着嘛吼。对，我会当试看觅。可以啊。哦，你先开起来，好无你浪费着。即安尼吼，对，打。无你先莫开，莫浪费，你先甲我讲安尼。绕八字这样，这手像一个把这样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安尼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安尼哦。啊，这头爱安尼变无？还好。安尼就是安尼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渐佫无啦，即摆要透中昼啊啦。我会使吼。可以。要安怎开？这边。好，这样绕。透早，哎呦，妈，我会用啊啦！我即摆咧喷气泡啦，哇！安尼讲唔对。对，可以。安尼，正对我安尼喷会使袂？我看安尼小可做实验，看我这了有生甲较好无？啊，你爱喷偌久？走过去就可以了。小姐，我问我清楚，咱敢若迄个，譬如讲，我厝里咧迄个录迄个虾子吼，伊拢我20公分喷。啊，这就要有迄个公分数的限定无？不用，就也是不能太靠近，因为怕会有伤到草莓。我头下是袂伤紧。不会。你唔通遮客气着，我甲你害着。是，遐悬会使。可以。碳金赞保护剂，对。但是伊还有一味啊，叫做碳金赞保鲜剂。啊，这些保鲜剂你慢起来了有个用无？有，那个的话效果很好。会当冻偌久？可以维持多久的时间？还要再喷一次？我们大概1个礼拜了。一个礼拜了。一礼拜要喷一摆。对，对，一个礼拜。一礼拜要喷一摆。1个礼拜一次。啊，恁家园偌大？说4分地。4分地了，喷到歪腰去呢。还好了，习惯了。恁拢讲还好啊，我若1分地我就喷到歪腰去啊。啊，但是恁这喷了，其他的人甲你问讲，这对，这个开口罩的人是去喷什么物件呢？这厉害着，有甲你安尼问吼。有啊，很多农民要认识的朋友就会来说，我们也会推荐这支给他们用啊。哈。对啊。但是我爱澄清一下吼，这不是药啊吼。不是。这不是药啊，这敢若迄个查某人保养剂啦吼，迄个面膜啦，吼啊，但是伊敢会讲啊？你按喷伤多，无伤重，啊，甲翕死，敢会？唔捌有种情形吼。不会。唔捌有种情形，不会所以无迄个药剂成分伤济这种情形。不会。
哦很温和，就温和的对啊啦，啊，佫有效。对对对，我佫舞一摆啊，舞较有趣味啊呢，透早这我这边开就可以。一半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。我拢惊讲吼，迄摇骹啦，啊这摇的这个反面啦，我拢无去人碰着，所以会惊。哇，好啊，哎呦喂啊，好加载呢，哎，但是哦，姚爸爸，我甲你请教吼，这个喷了后，啊，至到讲采收，你有感觉较好食无？甜度是还保持赶快。对，就是比较耐保鲜。哦，加多加偌长的时间4、5天以上。4、5天，安尼就对恁来讲就真好啊。对。因为咱若采去迄个气泡若采转来吼，无1、2天，拢规个拢萎去啊，啊无光，吼，啊这老汤佮以后吼，迄少年人佮有通研究了，无得到有通外销咧哦。人迄外国来吼，有当时拢生果去，吼，啊咱这吼大湖的物件，啊你有感觉较好食？口感比较扎实，哦，口感吃起来比较扎实，较直白，袂安尼以前嫩水安尼吼。然后色泽有差蛮多的，就是有亮，像宝石那样，红宝石。哇，这样有影，这草莓吼，啊，所以咱啊过草50天。50天。咱今仔日咱红影是11月底，哦，啊50天你家己去算，咱报出的时阵哦，无得讲差不多啊，恁就这样来找吼，廖爸爸来廖家千金，吼，啊就会记得咱这行长，咱小等要过来问吼，这行长，你这一路起来吼，有当时吼，啊嘛真侪挫折，啊嘛真侪想法，咱继续来甲看。这我讲明哦，这唔是咧甲因拍广告吼。因为这甲伊本来这想法，甲这个公司后来安怎行吼是有关系。这个 charcoal 吼，你若有读化学还是物理的，你就知影。这吼，这个碳吼，这 carbon 啊、charcoal 啦，拢甲碳有关系。你是安怎碳出来？你做材料工程是无所不至啊，哪会去选择这个碳？研究所研究的题目。就是甲碳有关的哦，因为迄当阵是做碳用伫晶片管顶去做一寡侦测，我们叫 biosensor 生物感测器。啊，你这不正业啊？恁老师有甲你讲啊，这所的无采我个指导啊，你不正业。无咧，啊，伊即摆看我即摆，你嘛欢喜啊！我有学生即摆做农业的，啊做这食品业的做得袂歹，所以这材料工程其实是已经过去，敢有人用这材料的想法去到别个领域着。其实碳材普遍用伫即个无共的所在，应用的领域。应用的。我家己嘛是做半导体的，嘛做10几档啊嘛。啊，我嘛知影碳用伫半导体内底嘛是有应用，工业嘛有，农业嘛有，回收业嘛有，所以足侪应用的。啊，你是本地大学就是读这个材料工程？嘿，成大材料甲清大研究所。研究所。啊。哪会来想要来做这个食品，还是讲这个农业呢？我一开始是用碳去做塑钢。这百面都是一个失败的故事，是不是？是。用碳来做塑钢，还是什么想法？啊，因为碳改一了，我会使做甲伊会使免洗安尼。啊。免洗，因为伊即摆用
铁管的铁管的，嘛是爱洗啊嘛是爱洗玻璃，嘛是爱洗迄种的。啊，我是做一种免洗的，表面处理了的免洗。啊，用了会使弹。饮料会使等的，或者迄种团嘛，家己的。哎，自我分解。分解嘿。啊，是毋是成本伤悬，无迄个商业价值？嘿。嘿嘿，这种鬼故事我拢听了真济，但是呢，偏偏啊，对这个鬼故事就变成一个青春少年兄，有当啊做了这道。啊，这是安怎佫行来这个农业啊？因为这条路行袂通了，啊有农民来找我讲，你团到有法度去水果啊、作物的保鲜，会使佫较久的。伊嘛爱先知影讲团会当甲保鲜啊，伊无这种知识，伊要安怎甲你问这个问题？哦，因拢有上课嘛，因会去农改场啊、农试所啊去上课，啊可能听到有讲哦团会使吸收乙烯。哦，听到这句，听到这句，啊才来找我讲，看有方法。啊嘛是像了解安尼，网络顶头找到你。嘛是。实在啊，来问你，啊你唔有讲语，讲啊是安尼吗？因为我家己有个概念，大家知影，这可能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，无遐单纯，啊所以嘛是做一寡研究，毋过是为保鲜开始无毋对，先做，发现有一寡效果，毋过过来农民接受了，因甲我讲，其实真诶更较严重诶问题是伫园内面诶，园内面。我才讲，看这个物件，这个材料，敢有法度，改变成个产品，去解决因园内面的问题安尼。所以我们家这些碳金站，才会造出来。嘿。哦，是因为这条路线啦。是。但是你做哪做？你家己的体悟体会，因为我一开场就甲观众朋友讲，你敢知影？那联合国的统计讲这最少人伫园的内面种植，一直到咱厝里这食饭桌啊，会当食，拢差不多损失一半。差不多。哇，真济小农啦，是无才调，讲一定要保鲜，要用冰库创啥，无才调。你的体悟是啥物？其实这几年看起来，研究起来，真的愈来愈严重，是真的，因为这边愈来愈热嘛，气候安尼，气候变迁，来一年来一两个风台过，拢伫热天、秋天安尼，大部分损失拢一重的热病害甲虫就严重，这严重起来，其实田内底的良率就会低，这就是3-4成的损失，主要来的问题。你病害也严重，你慢落了，其实客嘛客袂久。你佫无法度有一个最好的设备，冷链的设备去做，因为成本悬嘛，迄个有大间公司才有法度做这件代志。大资本才有法度。这就是台湾小农的较艰苦的所在。尤其佫较，譬如东南亚，也有可能会面对这种情形。阮伫马来西亚、泰国的客户嘛不只济，嘛有同款的问题。你甲咱讲你即摆这个产品已经应用到超几种去啊？全世界阮阁有用甲其他的国家，加起来超70几种。70几种啊？作物，你有超做一下分类统计起来讲，倒一种较有效，倒一种较无效，是讲拢有效，你只要农民还是讲恁去研究找到这个方式，就有通有效。你个讲一个重点是，因为阮这个唔是农药迄种化学的方式，一种作物的一种病害安尼，阮是物理性甲化学性的两个并行，所以你每一种作物用拢会使用，不过你要找到适合的适合的方式，就是配数啊，用的方法啦，迄个配合伊的管理，
伊的管理其实就嘛最真重要。嘿，肥啊，迄所以咱会按这个 SOP 爱喷，嘛是这个意思。嘿，无毋对。所以佫去强调者，这毋是药啊，而且是透过物理性甲化学性平等，毋是讲化学性药这来降落去，就一定毋是这个意思。我毋才会自头到尾就讲这个面膜、这倒膜，而且呢空气清净机，而且会甲你主动啊，一礼拜就佫喷一摆，药啊，这细嘛会当食，所以对着口感啊啥，因为伊有较臃肿，伊的口感自然会较好，嘿，会较实。第二个较直白，较直白。嘿，我嘛用伫迄水蜜桃过，水蜜桃讲嘛是有大部分出来嘛是软心嘛，你红较红迄种，嘛就搞克伤的，嘿，我嘛有试过，用出来就甲气泡感款，会较定心嘛，还是要安怎讲？嘿，会较定到啊，较直白啦，嘿，较袂克伤，像这种拢水蜜桃甲这种较高克伤，克伤你伫运送一两工就烂，对生果就烂。阮是有发现这件代志。有呢，我头个请教我这东山月芭乐，我上爱东山月芭乐，我来送回来甲咱试验看卖。不你讲这个遮芳的这个芭乐有当再处，搁在台湾流行呢，爱靠你啊呢。莫互你较沉重但是我要甲你问你安尼一路行起来，你家己回往过去读册，行到这，你认为是命运来锁定啊？还是讲无？你以早做代志，想代志都有一种特质，意思讲，你行来到这条路嘛是无意外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讲互咱观众朋友知，有一寡少年朋友正看咱的节目，我学这安尼就无效啊！我这学这落来一定要行遮，你会当以你家己的心路过程，你讲互咱听。我会再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以前选要做材料这啊，因为我嘛感觉材料是以前囡仔尔，毋过我感觉这好耍。我当年就会去研究一寡物件，去参加比赛啊、得奖啊。毋过到即摆以来，我感觉真正做出一个有路用的产品，会使帮助这个世界。唔要讲啊大话，讲对我来讲，我真的想，我一直咧计划是，即摆 ESG 是一个趋势嘛，是一个势，这个势是全球的势，唔单台湾尔。台湾阮即摆嘛甲大厂合作，要废弃物减少，即寡废弃物我会使甲伊当做再利用，变做好的产品。我即摆第一步是回归到产内面去用，帮助农民去生产更较好的品质。像咱头下看迄个地铺甲豆铺，做这就无安尼。这就是阮即摆明年的计划要生产的物件。因为我伫这过程接触农民安尼嘛足济，像名品这间我两个小妹足认真的。对我来讲，我熟悉足济农民安尼看起来，我感觉因需要的是更较新的技术、新的产品去帮助因去做，因为因嘛有因想要达成的目标。阮就合作安尼去做。我嘛会使，对我来讲，我家己嘛是做这产品，看到因安尼用有效，我嘛感觉足欢喜的。搁投钱落，搁做搁较好的。你认为除了恁这探金站，以外，你认为下一支会着做的可能是啥物？阮过来要做的就是即摆看到这种阮想要甲这个塑胶的膜啊，甲取代掉，哎呦，还有土内底咧用的一寡化学的物件、肥料迄寡的，我嘛想要慢慢啊，莫讲取代啦，就是慢慢啊看会使减量。上后大家甲农民要达成的，就是农民会使趁钱
做出来整出来物件无食安的问题，无食安的问题嘿，啦，无嘿较安全，食落袂排害。嘿无排害，啊对环境嘛好，啊个 ESG 减碳，嗯，一减2个蒙啦，减车库，嘿，你车库。今日感谢呢，哦，今日哦开眼界，世界万行代哦，拢伫咱台湾成眼界，今日真欢喜哦，邀请到瓜姐乡长哦来到咱节目哦。逼伊安尼讲台语哦，其实嘛讲啊真水气啊，袂歹啊，吼啊以后希望明年的时阵哦，咱来看到讲，哦，取代这塑胶膜啊，吼，而且哦，更较新的产品哦，当调做，互咱台湾规组拢调，安尼真感谢，是，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